啊，恁随在恁当时要开喙。好，安尼介好。我感觉真要紧，就是阮嘛咧即摆嘛咧，阮嘛咧搬戏，别人嘛咧搬戏，咱当时要做伙搬家己无爱搬的戏，来搬家己爱搬的戏。啊，来搬家己爱搬。因为咱来做人生真是做就是咧搬戏，就要耍嘛。你要做米奇，我要做米妮啊，你要做啥物？夹夹，就会来。敢有？咱来开会。好。你敢是生活中有意识咧讲台语嘅台湾人？你是毋是咧怨叹家己气力伤薄？拄着一寡社会改变、社会变动，你的生活变做你的生活的危机。你敢有想过啊？咱来讲台语的话人，独立对我来讲是啥物？独立，国家爱独立，阮家己嘛爱独立。徛起，国家爱徛起，咱家己头先徛起，一生之独立，一个国家才会独立。咱有要追求自由的价值，咱首先先来互家己的生活正经的自由，互家己毋免因为啥物代志就拔掉家己的时间。而且放弃着家己上要紧的梦想。阮逐日讲，理想拢变做是剩的，是走的，现实才是上主要的。阮即摆就要甲你讲。咱来甲恁做伙，互理想甲变做是上要紧，引导咱的现实的一个主导。即届的即个规个台湾社会，中国病毒的即个危机，颠倒变做是一个你上好的转机。无论你即摆可能拄着啥物款工课的挑战，啥变换，颠倒变做是你有法度趁即个机会，转来想，我正经想要爱过啥物款的生活，做啥物款的代志，是我有热情。感觉有意义的。若要做到即个程度，上要紧的就是讲，咱家己徛会知。人讲树头若徛会知，树尾就毋惊做风台。咱的树头是啥？即摆咱有法度用网络的世界，互咱的生活基本拢有法度照顾着，咱有法度用网络家己自由的趁会着钱，看会着人，看会着需求，提供你所会晓的物件，你就有法度照顾你的生活，互咱有法度。不管是拢是上自由的家己来徛起。互你帮助你，毋免倚靠头家，毋免倚靠公司，家己有网络就看会着钱，看会着钱你就趁会着迄个钱。是的，是的。即个时阵，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即2天吼，阮阿春、马萨为着恁来准备一个真特别专工为你打造的一个课程，啥物呢？危机变转机，热情变商品。一个线顶的课程，咱同齐，互咱上会晓的理想，变做讲自由生活的一个上好的基础。拜五3月27號暗时10點，即个课程就会上线，互大家开放，互大家来报名。即个是互啥物款的人呢？你知影讲，袂愿阁互人做生劳啊，袂愿阁互人掌握着咱的命运啊。阮想要就是掌握家己的命运，想要家己分配家己的时间。啥物款的人呢？无论你是有经验还是无经验，有做过生意，无做过生意，这毋是阮伫咧课程内底想要讲的上要紧的物件。阮即届是要做伙，互你即拍伙，甲阮即摆当咧做，因为阮2个就是即摆当咧做的人，咱做伙行到即个目标，互你有法度得到自由，互你完成即个咱做伙的愿望。伫内底，阮会介绍恁一个实用的步调。外口的世界，内底的世界，做一届，帮你整理好势。只要你是一个有热情、有想要爱，互家己的生活更较好，互别人的生活更较好，互规个台湾拢更较好的人，你本来你就有一个会当提供的价值。即个价值就会当变做一个商品。你甲即个物件卖互别人，毋若帮助你家己，搁较是帮助别人。你通想看觅，你有买过啥物款的物件？是你买的时阵，你感觉哇塞，即个物件是我别位拢找袂着。我会当用钱买到即个物件，实在是我好运。你感觉开钱就爽诶？你的心内，你已经有即款的商品。咱即个课程就是帮助你甲即个外口的即个壳仔脱掉，把即个物件找出来。嘛毋对，嘛毋对，诚做自由的家己。若是讲，咱今仔日
看到即个影片啊，甲你讲赞赞赞，因为真紧真紧真紧，咱会互你知影讲，安怎互你即摆咧想要爱自由，想要爱改变，想要爱搁较互台湾搁较徛起的朋友，吼，咱的即个物件内底，真紧就有搁较侪实际上的撇步，教你安怎食做即款的人。你若即马就有趣味，点即个网络的连接，顶悬下骹顶悬，点即个网络的连接来送你的 email 入来，你就会当得到即个课程上新的消息。伫3月27号暗时10点进前送你的 email 来，安就会互你一个除了即个课程以外一个真好的礼物。无毋对，即就是咱即个危机变转机。热情变商品。安怎互你有即个气力？安怎讲？摇袂着，无论时代安怎改变，台湾的，互你咱永远摇袂着，永远拢徛了在，无问题。讲到即个物件是安怎，阮遮尔有热情，就是因为3冬前，阮家己当结婚的时阵，就是咧想安怎会当好好过生活，又搁是正经正做家己，毋是爸母眼内的我，还是老师眼内的我，是正经的我伫家己。会当真有时间，毋若是就是做伙，搁会当表现家己生命的意义，过一个有光彩、有欢喜、有热情的人生。因为安尼着坚持无要爱食人头路，要爱家己出来趁钱。是。伫这进前，我20岁进前是毋捌想过爱出来家己趁家己的钱，我着想我一定是做老师、做翻译迄款。毋过因为真想要爱做家己，想要做台湾人，无想要互人控制。等到发现着家己无意想家己搁较济才对。对，一个短短的时间内底，着有法度用一个月短短的时间，着趁着生活所需要的社会。是。即马咱嘛想要甲即个物件互你，因为咱即个台湾讲台语、台湾人、台湾国的即个社会，若有搁较侪人有自由的生活，会当放松家己的热情，会当活出家己的意义，咱家己的生活嘛会搁较好，咱就有法度看到搁较侪无共款的台湾人。无毋对，无毋对。这伫咧阮迄当阵要爱结婚要做家己的时阵，我着咧想，朋友你听看觅，两个人，阮大学的时阵做伙读册，我逐工上无有5点钟以上，会使甲伊讲话，甲伊分享，甲伊抬杠，甲伊种种。啊，阮结婚了后，我若去做头路，伊嘛去做头路。我透早8点慢慢出去，伊透早8点慢慢出去。我转来的时阵9点，伊转来的时阵8点，食饱暗顿11点要休困，明仔载搁要上班。这毋是我等来结婚要爱来过的生活。我结婚毋是为着要做即款代志，我出世做人，我出世做台湾人，毋是为着要互人做公司的奴隶。你甲伊讲，你看伊讲啥物？你讲即个公司的精生啊！我毋是要来做精生，台湾人是要来做人的。啊，我甲你讲，安怎又搁有法度做人有尊严，又搁枵袂死？因为枵袂死是足简单的，咱做伙来。你要枵袂死了，你要做啥才是阮上要紧的。枵袂死了，你的才情，你所有的 potential， 你所有的才情放出来，这是台湾人想要看到的。哪一环我就是讲你，我感觉你即个人足有才情的，你拜托一个，互你的气力放出来。还佫有箱啊！箱啊！你甲两个阿明两个人足才情的，拜托一个台湾人需要看到你搁较济气力，搁较济，毋是咧甲恁要求是，你足轻松，你愈轻松，你气力愈强，咱做伙愈轻松。这就是这个课程，阮是安怎一定爱互你，是因为3冬前阮家己若知影遮个代志，咱着省足侪时间，省足侪气力。会当搁较轻松，因为遮个代志其实是会当你愈轻松。我一礼拜5点钟就好啊。我会晓做，当然啦，爱开时间学啦。真侪是心态上的转变，这嘛是咱想要互你的。对啊，阮头一个后盖吼，小甲你放一下风声咧。趁钱有数。啥物是有数？啥物是有够？你的有够伫倒位？有够上要紧，毋是济少，是阮要来甲你拼有够。我保证恁。来做伙来的时阵，趁互你有够，无论你的有够是偌济，咱做伙找出来，做伙趁互你有够，对，搁互你有剩。咱明仔载就来直播来讲这个。明仔载就来直播，今嘛赶紧来，你若留电批来，若是直播搁有幼路撇步的消息，会送互你的电批。所以讲，你若想要知影完全的撇步，若是直播，完全的撇步，
吼，规个手路，电批甲留落来，电批甲留落来，什么？毋通漏口去，毋通漏口去，即个机会，赶紧来！ Go Go！我是玛莎，我是阿春，咱真紧着搁再见面，是，赶快见面。拜拜。